Hello，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新鮮滾熱辣睇下呢單新聞，就係新嘅香港足球主教練盧比道正式上任。咁我就係講緊我嘅睇法啦，同埋嚟緊預測下我哋嗰個表現會係點啦。雖然冇人會知嘅，但係盡量我哋希望透過一啲分析可以提供俾大家一啲參考咯。其實我都係根據翻新聞啦，同埋我之前睇香港隊啦。當然我唔知道盧比道本人嗰個能力，或者通過佢平時表現嘅，通過譬如東方或者之前嗰4場喺香港隊嘅比賽，可能有啲嘢佢係可以幫得到香港足球嘅。有啲其他方面，可能球迷咧會對佢有其他睇法。咁我想就住呢一個新聞啦，譬如話佢同翻傳媒講就係話，其實佢都係唔能夠控制球迷睇法，亦都係想幫翻香港足球。咁佢亦都講啦，球迷只要支持球員就得啦，就唔使點支持我嘅。但係咧，佢又講有少少。只要不是侮辱咧，都尊重任何人嘅意見。咁其實咧，正常嚟講咧，如果佢冇根據，我唔係過分解讀啦，希望。但係如果佢唔係講咗話，只要唔係侮辱咧，我哋都會尊重任何人意見嘅。其實喺過去嗰幾場波，再加上之前東方喺亞冠2嘅表現咧，其實都有好多球迷咧都唔係好支持佢嘅。咁佢前半部就回應咗啦，佢唔使支持你，我啦，支持球員得噶啦。咁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基本嘅需要嘅尊重啦，就係你唔好侮辱佢啦。我自己覺得呢，即係如果盧比道係唔係未來呢幾年或者短期內嘅香港嘅人選呢，我自己覺得其實先無論嗰300份 CV。係邊度啦？係咩人啦？如果就住嚟緊呢幾年香港隊冇俾大賽嘅一個困擾，而佢亦都喺呢個度講明就係話要確立新嘅方向啦，包括就係要更多年輕球員啊，球隊嘅定位啊、心態啊等等啦。清晰嘅戰術體系我就唔肯定，暫時短期內可唔可以推動得到啦。但係陣容年輕化呢個係必須嘅。咁我諗佢 hit 中足總個 point 就係佢一路以嚟就係香港扎根啦，由外援球員一路打去到教練，去到主教練，跟住熟悉即係呢個香港足球嘅一個環境都係好重要嘅因素。當然亦都係足總講出嚟呢一個原因呢，就係希望呢佢了解足球生態及體系 which is 咧，之前咧你唔可以話韋斯活佢哋唔了解，即係佢哋都好會落場睇波啊嗰啲嘅，但係同你紮根喺香港足球又有少少唔同。咁佢呢度有都有提到就係話9歲啊8歲嗰啲球員咧就開始跟佢，咁呢啲咧其實係球員同埋教練之間獨有嘅一啲bonding 嚟嘅。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叫做一齊出生入死嘅一個關係咯。當然冇去到咁嚴重嘅，因為其實香港足球員同教練之間有某啲啦，可能係之前睇過堅 Sir 啲訪問，可能知道係真係兄弟班咁樣嘅。咁我唔清楚呢個盧比道同其他呢啲球員嘅緊密嘅程度，但係我相信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令佢可以攞到足總呢個主教練呢個職位。第二就係穩定性及前沿發展 ，which is 咧係可以俾到時間佢嘅。但係就要睇佢能力啦。呢一個就係本身其一足球生態，佢就已經通過歷史證明咗啦。第二足球穩定性發展呢，就呢個就係睇教練能力。
第三，擁有大隊及青訓經驗咧，呢個亦都係基於佢以前一路以來做開嘅嘢。咁所以如果就住呢三點嘅話咧，其實有兩樣嘢咧，佢係屬於歷史俾佢嘅一個價值嚟嘅。穩定性及長遠發展就呢個就真係唔敢下定論住。但係我哋可以通過譬如佢之前喺東方又好啦，即係近期啦，就係帶香港隊啦，踢省港杯啊。其實如果經常換帥都係一個好麻煩嘅事嚟嘅，因為你見到佢嗰個轉變咧，同之前韋斯活咧其實都大嘅。咁先唔講上一任教練嗰個戰術啦，就住佢自己呢一套咧，究竟我哋而家呢批球員係應該點樣做法咧？譬如話上一次佢將我哋陳俊一擺翻去左閘踢翻4個後衛。咁但係當你去到印度作客嘅時候，當佢左閘上咗去嘅時候，後邊3個後衛係你見得到係非常之難應付對手嘅。如果對手稍為有少少級數嘅話呢，都會露出好大嘅空檔。呢個係我見到其中一樣嘢啦，但係唔代表佢冇得改善嘅。只不過我哋而家球員而家因為國家隊你冇得揀，或者叫港隊你冇得揀球員，咁所以唯有係用呢一個正面積極嘅心態去睇呢件事啊。講真，足球我哋香港最威水就係香港隊啦，咁所以我哋都要需要支持嘅，我覺得。咁定論就唔使咁早落嘅，我覺得可以再觀察下啦，因為都有時間嘛。而家嘅好處就係呢一個，好似足總話齋呢一個階段呢，我哋個需求呢，其實就冇嘢好爭啦。講真，你話嗰個東盟杯其實都係新比賽，咁當然係好事嚟嘅，多啲比賽。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成個而家嗰個之前嗰個入籍兵嗰個架構啊，年齡大嗰個問題可以處理到，跟住呢幾年又點樣可以再培養多少少嘅年輕一代接到班嘅球員，可以為將來個比賽咧做準備咧？其實呢個都係盧比道嗰個優勝之處嚟，因為佢係一路做有青訓啊，又培養咗好多喺呢個環境底下嘅一個好多嘅球員啦。你話相比起其他，如果申請翻嚟主帥位置係外籍教練嘅話呢，我講真，好多都唔係好適合呢個環境喺香港呢個生態入邊。咁我覺得，你問我呢一個任命，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同埋講真，真係有時間可以去繼續調整。咁俾多啲時間盧比道咯，唔好話一嚟就根據佢之前嗰幾場波去判咗死刑先啦。係啦，咁球迷呢個有講啦，可能佢話你嘅大家點樣對我冇所謂嘅，點改變唔到你哋嘅任何睇法。咁我相信啊，呢個最終呢，足總係需要一個新嘅視野去面對未來嗰幾年嗰個挑戰，因為其實呢幾場比賽見得到香港隊嗰個凝聚力係高嘅，咁貿然可能再揾一個外籍教練，換一個戰術，跟住球員又要適應嘅話呢，可能會影響到呢啲士氣。因為如果盧比道可以同球員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本身已經好多球員嘅都係佢指導出嚟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能力上當然，如果你話淨係睇可能視野啊、國際嘅執教嘅經歷啊，咁佢當然係處於弱勢啦，因為佢本土啊嘛，即係佢係外援啫，但係都本土化咗啊嘛。咁亦都睇翻佢帶東方嘅時候踢亞冠2，可能大家都覺得都係難搞啊。我又咁睇，可以俾機會嘅，因為你始終球會同埋同埋呢個我哋叫做港隊啦，就唔
係同一個環境嘅東西咯。同埋足總對於我相信啊，之前咁多球迷支持嘅港隊呢，係繼續會有投放資源，令佢做得更加好。我諗足總嚟講，第一就係易溝通啦。第二就係佢有本土嘅一個帶隊嘅經驗啦。我覺得 question mark 咧，可能佢哋請佢嘅時候咧，就係講緊個能力啦。但係能力咧，你好難就一概而論嘅。咁韋斯會有冇能力咧？其實都係有能力嘅教練嚟嘅，但係佢係因為可能另外一啲問題，譬如話佢嘅面對本土傳媒或者球迷嘅應對力不足啦，或者係對於香港球會嗰個合作性嘅唔夠透徹嘅理解啦，所以導致佢可能會有啲阻滯啦，喺推行某啲嘢上面。但係可能盧比道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咧，可以做得到。但係你至於問我嗰個點解係盧比道咧？即係其實我自己認為，可能本土嘅教練雖然你話外籍啫，但係其實本土都有好多好嘅教練嘅。譬如話朱志光朱 Sir 啦，或者係即係你又好難講話。譬如話我唔能夠理解呢樣嘢啦，反而係你可以攞一個本土嘅教練。但係本土嘅話，除咗盧比道之外，其實都有好多選擇噶嘛。如果足總係單一為咗頭先講嗰兩樣，就係第一就係佢本身係本土，熟悉香港生態體系，同球會溝通到，球員亦都認同佢。係關於呢三樣嘢嘅話呢，我就 question mark 啦。我有啲點解會唔係，亦即係唔排除嗰300份 CV 有其他本土教練嘅，但係我唔知道其他如果真係有嘅話，係點解會係盧比道呢？即係如果橫向比較，唔好攞出邊啲球會或者其他國家啲教練、外籍教練嚟比啦，淨係純粹講本土，其實所有好多球隊嘅教練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而更加好嘅係，如果你話真係溝通啊、球會生態啊，咁我雖然你盧比都有咁多年經驗喺香港，但係同本土人係亦都係有差距咯。我相信始終唔清楚啦，呢個就，但係嗰個亦都可能扯得太遠。不過呢一個係值得諗嘅。你話可能 CV 或者係唔好話教練證啦，或者係能力，咁其實都真係有，唔係完全零咯。不過足總冇向呢方面透露啦，我哋唔好過多揣測啦。係啊，可能需要一個外籍少少嘅教練，外籍得嚟有本土嘅，但係又唔好純本土，係咪咁咧？唔清楚。但係點都好啦。轉頭晏少少就再喺呢度同大家一齊睇下上任之後香港隊主場迎戰蒙古嘅比賽啦。好，一陣間見，拜拜。